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日到访后来老大家介绍运动。那我顺头的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。然后一篇是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今日我老大家共好来做运动哦，准备好吗？我们先开始今日的暖身运动。那暖身运动来讲，走人头1000一天会走，这样子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后之后，柔软度变好，人头还不会受伤害哦。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咯。首先呢，两只脚与肩头偏宽哈，然后手放在我们的腰部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做整脚顺出来，脚盘翘起来，对，好，再来往左边。脚盘翘起来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，左边，嘿，正边，很好，左边，好，记得哦，走人头的时候呢，肚12脚力，好，我们要自然的呼吸哦。好，吸气从鼻子，吐气从嘴巴，好，吸，吐气。好，搞整脚，左脚，对，整脚，左脚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左脚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所用搞一点肩头哈，怎么做呢？来，先开始肩头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右边的肩头先拱起来。然后往后转一圈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够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转一圈，好，来左边吸，吐气，变下来，左边够了一遍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我们再来两边一起做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够了走3遍哦，来1。哎，这时候可以画更大圈一点哦。2、3，嘿，不用放松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做的是绕手、绕脚向下走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走手伸出来，脚尖点地。哦，整手伸出来，脚尖1，很好，走脚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。好，我们来走500哈，左脚很好，来整脚，左脚。啊，手伸出来的话哈，跟肩头平时候，莫卡挺高哈，平时走的很好，够了100。好，放轻松。接下来呢，两只脚跟肩头平宽哈，溜个裤一滴滴的时候，手伸出来，好像游泳一样，来滑。滑，嘿，对，来整熟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像划水一样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走了好几个动作之后，你有感觉你的身体热热的感觉，好像是对的哟。好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好，来回来放轻松。好，注意每一道动作，我们要活动你的脚盘哈，然后两只手叉腰，好，接着呢，你脚盘要转一转，因为走人头啊，脚盘也要有活动度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右脚先整脚散，好，慢慢的转一圈，好，慢慢的转，整脚，好，来放轻松，往左脚，还够转，对，慢慢的转，很好，对，再来。好，那转的时候是不会有痛的感觉哈。好，慢慢转，好，来放轻松。今天这个暖身运动走开之后呢，规身的身体的关节和肌肉，你都觉得黏黏。用走人头呢是好不会受伤，准备好吗？你等下时候来走人头咯。暖身运动走开嘞。
接下来 Answer 来介绍今日的运动哦。今日 Annie 做的运动是解决绕骨酸软痛还有背痛痛的问题，也请到乡亲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有这样的问题，听定我哋就今日强下来做运动哦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起定两只脚绕肩头一样宽，然后手慢慢的往上举，到头呢。耳孔的两片哈，记得咯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肚子一定要用力。好，手举起来像个 V 字形，然后出力。好，吸口气的时候变成 W 型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两只手掌向前面打开，像 T 字形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手变到背弄。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。变下来，你各做一遍哦。来吸，吐气，肩头平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打开来，肚子用力起好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变下背弄，变一个 O 字形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我们现在呢，你连续了走500。好，我们预备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很好，手打开来，T 字形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变下背弄下背。好，变下来。好，停一摆，吸，W 型。好，肩头会变向上哦。来吸气，吐气，打开来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手变啊背弄下背，go变下来。好，来第3排吸，很好，变到 W 型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几只手打开来平平。好，吐气往后。好，第4排吸，好，吐气。肚子的脚轻轻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打开来，好，再往后，好，加油哦！题目1摆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手打开来，好，变下摆，很好，够变轻松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对我们背弄下背肌肉来说，可以达到训练的效果哈。那接下来你要走的就是超人飞的动作哈。用翻走嘞一样，两只脚绕肩头平翻哈。那我打这来本观众朋友看一下哈，手变在身体的2侧，然后吸口气、吐气的时候，手慢慢向下背，对，再回来。好，我给示范一次，吸。吐气的时候，手慢慢的向下摆，好，不是按够，66个时候嘞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。那接下来，你要接着，合并我们垫脚尖的动作，哈，然后脚尾拧起来，好，那开始乡亲朋友，你脚尾拧不起没有关系，你是起平平时候嘞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做一次哦，脚尾向下拧起来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吸，吐气，给我变下来。再一次吸气，吐气，手往后，从右背起来，强浪哈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变下来。再一次吸，吐气，向下摆。好，肩头莫耸肩哦，莫翘起来哦，哈，平平。好，吸口气，吐气，变下来。过来一遍，吸，吐，对。向下摆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变下来，过2摆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向下摆，好，吸口气，吐气，变下来，好，再来一次吸，吐气，脚尾拧起来，好，吸口气，吐气。接下来呢，走的人堂哈，就是像小豆苗一样，让恩贵的身体和脊椎整个拉长哈。用慢走嘞，我们把右脚跨在我们的左脚前面，两只手放在耳朵的旁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两只手尽量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。好，肚子用力，脚轻轻。
然后吸气，吐气表下来。好，脚舒转来。嗰一边哦，你要往左脚在右脚的前面哈。来，左脚顺来右脚前面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两只手表来你控顺头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向天花板的方向，对，尽量的赖冲的感觉哈，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规则赖上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表下来，脚转来。很搞了一遍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表啊左边。好，来吸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往左脚哦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左脚至整脚。头前哈，来手表来你控顺头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嘿，规则身体往上拉的感觉哈，让你的脊椎骨整个往上拉伸的感觉。好，来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表下来，脚转来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呢，哈，是要我们侧拉我们身体侧边的肌肉哈，来把右脚整片翘一蹼。走的时候呢，你的膝头莫超过你的脚趾，好，然后轻轻的做弓箭步，整熟慢慢的靠着你的抬脚臂，然后走熟呢往上升，然后这时候走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跳那捆天花板。很好，然后走出表下来，嘿，脚顺侧回来，你要往左边go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左脚扛出去，好，莫翘过脚直哦，然后左手轻轻靠着抬脚臂，吸气，吐气，扛天花板，好，来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吸气。回来，好，不用抗手，go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脚出去，靠着，哦，跳那捆天花板，走熟起牛往上升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表下来，整熟收回来，往左偏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左脚扛出去，轻轻靠着抬脚臂，往上。记得走牙run筒的时候，身体不要往前起，也莫往后飘飘。好，尽量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放下来，再回来。你给我走一遍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扛出去，轻轻靠着抬脚臂，走熟。伸直，好，往上延伸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数表下来，再慢慢回来。过来走偏哦，哈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左脚扛出去。好，轻轻靠着。假使你的柔软度比较好，是走对床，锦荣老师扛好台步带我哈，来整熟。跳那捆天花板，好，在这边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表下来，慢慢的收回来，我走一遍哦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个扛出去，靠着，好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来放松，够转来。好，今天的运动就到这里了。好，心梦抬架，长了了哦，再见。